来，小米冰淇淋是台湾一支冰淇淋的牌子，讲伫香港拄着麻烦咯。根据着香港媒体报道，当地卫生部门抽查到小米冰淇淋所生产的乌糖珍珠冷冰，结果验出这个细菌量超过标准。小米冰淇淋是来背回讲，进前所有检验拢合格，后续嘛会全力配合调查。球队地珍珠用乌糖来煮，成为国民饮料的珍珠古啉茶，变成冰淇淋。上市时受到真侪消费者喜喜，商品所在的进程在咧香港红炒落来。根据香港媒体《南华早报》报道，这款由小米冰淇淋制作的乌糖珍珠古啉茶冰淇淋，抽查的3个样本内底细菌数量拢无合格，超过冷冻点心每一克5万细菌法定界限。商品也未卖出去，不过商品销售户口嘛暂时红冻起来。蛮意外的，因为小米冰淇淋好像已经很久了，然后。这从小吃到大好像都没什么问题。我昨天去前都才吃小米冰淇淋，蛮恐怖的。定见在台湾真侪年的大品牌标出是安尼记录，虽然发生在香港，嘛是互消费者真烦恼。品牌业者对这个争议嘛来做出回应。我们的产品都有透过 SGS 检验香港的微生物法规来做检验，他还是说会依照他们的检验结果做判断啦。卫生局跟食药署都有来电，那我们会配合一些他需要的资料跟调查的部分来向他们汇报。据我们的了解，就是产品在上市前他们自主管理是合格的，但是产品上市以后，相关的保存、运输、储存是不是有依照规定？因为天气热了如果有一个环节疏忽掉了，有可能会有细菌增生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案件我们依照我们的 SOP， 就是接到案件以后会对国内的制造厂启动稽查。对香港处罚和国内速来调查，品牌答应会乖乖配合，敢希望调查结果赶紧出来，和民众下当才安心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